这些关切的消防警员拢赶到这花莲的公福，要来协助救灾，协助这些灾民找找亲人。空勤直升机也个空袭机也对天顶看，确真敢有民众掉咧。这海巡警员也出动机动式列显像机车停伫咧河边，看这出海口的溪水含在水流槽内面，敢是有失联者？消防人员半暝将老大人爱出来，花莲马太阳溪上游的邦山湖231楼出来。 真侪水灌入去光复乡，邻近的宜兰县消防人员伫当时赶赴现场来协助救援。快到了，我们快到车子了。搜救人员把所有救掉咧，伫水中扶这老大人离开淹水所在，淹水造成侪人死伤，也有真侪人袂当出来。大平村佛祖街一个87岁姓周阿嬷不幸淹死，遗体也互石头砍掉咧。所有的家当通通没有了，好交在妈妈的遗体还没有被冲走。对，所以希望警察单位赶快联系我们。相关平台出现一篇着急的找人客诉，大水淹真紧，水淹到要7层楼悬，真侪民众伫风光赶紧中走出来失去联络。其中就大同村一个6岁查某囡仔小琪，到即阵也找无人。高屏这侪县市消防人员继续来到这撩水，甚至受水入去灾区来搜救。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门牌。调派8车23人，然后7艘橡皮艇，立刻赶往。 花莲光复救援在23点到光复糖厂找当地指挥官报到立即投入救援。大水造成超过40人死伤，失去联络人数更加超过100人。为确认找到人确实的所在，搜救人员也真详细搜查社区。空军直升机甲空袭机也出动，毋那市区瓦马滩区一带民宿甲徛街厝顶发现7人掉伫顶头，由空军人员赶紧协助。 机动式的显像仪车停伫河边，侦测土水，也有真侪水流查，毋拿着空来搜查，就惊有民众已经互大水冲往出海口。海巡除了派人伫花莲溪下游的河边来搜查，也出动海巡艇搜查沿海一带，希望找到这失联者下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